你個心係咪對上帝有敵意？我覺得係中立。我唔知有冇上帝，我又唔覺得有可能知道。我覺得你而家係對上帝有敵意。我解釋俾你聽點解。你話上帝係暴君，你亦都用過佢個名做粗口。你對任何其他人嘅蔑視，冇乜嘢比用佢哋個名做粗口更嚴重。我覺得你心目中嘅上帝係個暴君，但係我唔知上帝係咪真係咁樣。我真係冇頭緒。你打開聖經，你就會知道上帝究竟係點。聖經話，屬肉體嘅人思想係敵對上帝，即係話你個腦其實一直都對上帝有敵意，好似罪犯對住警察，成日都係敵對狀態。佢哋會叫警察做豬，佢哋會直接殺咗佢哋。單單見到個警察徽章，唔係因為佢哋係邊個。呢種敵對狀態，聖經有講過，同時解釋俾我哋聽點解會有敵對心態。成段經文就係體貼肉體嘅，就係同上帝為仇，因為不服上帝嘅律法，亦都係唔能服，即係話你會對神嘅道德規範覺得唔舒服，你唔想神指揮你道德上應該點做。同樣，賊唔中意警察指住佢哋點做，尤其關乎自己嘅事。所以你信咗主後，神會改變你嘅心，令你開始中意公義。你會認同神嘅審判係公正。呢句係聖經入邊嘅說話，出自詩篇。你一切判斷都係公義嘅。我覺得你舉手好有禮貌。你話如果你信咗耶穌，你就會知道咩係啱，仲會學識做好人。唔係，我講嘅係，如果你信耶穌，上帝會拎走你中意犯罪嘅心，令你開始中意公義。佢會開你雙眼，咁你會察覺造物主。當你望天，你唔會只係見到個天，你會見到藝術家嘅作品。當你見到啲花、雀仔同樹木，你會睇到神嘅作為。喺你未到嗰一步前，你喺黑暗入邊，就好似聖經講，耶穌講過，我係世界嘅光，跟從我嘅就唔喺黑暗裏走，必要得住生命嘅光。有個好簡單嘅方法可以分享你嘅信仰，鋁製十誡錢幣，一邊係神嘅誡命，另一邊就係福音，可以去livingwaters.com 睇到。